TechCanto，你冇睇錯，馬斯克間公司可能要上市啦。SpaceX 據報正籌備首次公開募股，最快可能6月就上市。消息一出，即刻成為今年最大型嘅科技 IPO 之一，投資者同科技迷都密切關注。哇！如果真係6月上市，成個科技圈都會震動，唔知估值會去到幾多呢？三大社交平台竟然一齊被告。Snap、YouTube 同 TikTok 因為社交平台對學生造成傷害而被告，三家公司達成和解。呢次和解被視為科技監管踏入新時代嘅重要里程碑。終於有結果啦！不過呢啲官司對其他科技公司嚟講都係一個警號嚟㗎。用 AI 做研究，小心被封殺1年。學術資料庫 AR14 宣布新政策，如果作者俾 AI 完成所有研究同寫作工作，會被禁止投稿1年。目的係要維護學術品質同誠信。呢招真係夠狠㗎。不過某程度上都算係好事，始終學術研究真係唔應該完全靠 AI 做晒。打機終於可以隨時 save 啦。Analog 3D 懷舊遊戲機推出最新固件更新，加入咗 Memories 存檔功能，玩家可以隨時保存遊戲進度，唔使再擔心過唔到關要由頭嚟過。哇！我等呢個功能等咗好耐啊，終於唔使再靠記憶力硬背密碼嚟 save 啦。AI 模型操控竟然可以咁好玩。DeepSeek 推出全新 V4 Flash 模型，令大型語言模型嘅操控同調校變得更加有趣同靈活，用家可以更輕鬆咁調整 AI 嘅表現。聽落好吸引位，唔知實際用起嚟會唔會真係咁靈活呢？ AI 幫手做嘢，小心連專家都冇埋。最新研究指出，企業用 AI 做建模存在風險，因為 AI 可能會取代佢哋需要嚟學習嘅專家知識，長遠嚟講反而削弱咗企業嘅核心能力。呢個真係值得深思。AI 雖然方便，但過度依賴嘅話，分分鐘連自己嘅專業知識都蝕埋俾佢。訂閱我哋，再見。